继续来看苗栗的德南镇公所开800万，各店来骗印到德南镇字，发送予转订3万户的人家1户1本。但是，遮尔啊珍贵的历史册，所有部分的店面看无就目，袂少人是直接来回收。定价500块的册，回收价卖无3块。讲到目前为止，回收站已经收到100多本咯。 1300瓦的德南镇字，记录德南的演进，也有珍贵历史相片，是记录地方的文化特色。不过，这款册不是定装伫民族的厝内，食图书馆，竟然是蹲伫回收站。因为一家就收了60本，然后竹南差不多有10几间回收厂，你看我这个数量可能就不少了。3块钱，3块钱而已啊。因为这样子的价钱跌得很差啊。 定价500块的册被当作废纸咧卖，卖无到3块。标列德南镇公所当初是开800万便宜的，想袂到这发送予镇内3万多户的人家，好亲像真侪人拢无兴趣收藏，等落回收。没有人要看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没有要看这个啊，大家都是看网络。哦。因为大家都是在看网络，如果放在网络上，还会有人翻。 镇公所讲，因为旧的对1980年完成了后37档无更新过，新印的精装本原本期待店面的保存，想袂到沦落到连回收商拢无想要收的废纸，即摆先甲店面沟通，厝内若是无爱，会使送回公所，再个转送予图书馆或者是公家单位。